早退休的目标。美股投资最近很夯，你有买美股吗？有，我最近有买一点科技股。那国泰证券最低申购金额只要$10，大概就是300元台币。整体而言很轻松，不会有太大的压力。听朋友建议是先从美股的 ETF 开始，那国泰提供美股 ETF 的手续费优惠，还省下电汇费，那其实也会大幅降低我们的投资成本。投资理财才能实现提早退休的目标。美股投资最近很夯，你有买美股吗？有，我最近有买一点科技股。那国泰证券最低申购金额只要$10，大概就是300元台币。整体而言很轻松，不会有太大的压力。听朋友建议是先从美股的 ETF 开始，那国泰提供美股 ETF 的手续费优惠，还省下电汇费，那其实也会大幅降低我们的投资成本。懂得投资理财才能实现提早退休的目标。美股投资最近很夯，你有买美股吗？有，我最近有买一点科技股。那国泰证券最低申购金额只要$10，大概就是300元台币。整体而言很轻松，不会有太大的压力。听朋友建议是先从美股的 ETF 开始，那国泰提供美股 ETF 的手续费优惠，还省下电汇费，那其实也会大幅降低我们的投资成本。理财才能实现提早退休的目标。美股投资最近很夯，你有买美股吗？